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5月7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聊聊伊朗，聊聊中東，聊聊波斯局勢。今天是美国和以色列對伊朗進行混合治療的第69天，也是哈梅內伊升天的第69天，同時也是哈梅內爾穆吉塔巴音信全無、人間蒸發的第69天。波斯局勢可以說是跌宕起伏，一波三折。目前似乎前方傳來了要停戰的消息，特朗普暫停了自由計劃之後，昨天又宣布雙方也可能要達成這個框架協議，叫一頁紙什麼備忘錄。特朗普他對這個媒體表示，他認為美國正接近達成協議，但我之前也有過這種感覺，所以我們拭目以待。特朗普表示對與伊朗達成協議持樂觀態度，伊朗戰爭很有可能結束。他提到，在他下周訪問中國之前，有可能達成協議結束戰爭。我認為戰事很有可能結束，若不能結束，我們就得再次猛烈轟炸他們。言下之意就是特朗普吃席，我要去辦大事，在我這個吃席之前，你最好是這個事了了，如果不能了，那就得加大轟炸的力度。特朗普還說，他說本次與伊朗試圖達成的協議中，可能包括伊朗向美國轉運其高濃縮鈾，也就是說，特朗普的意思是，這個協議是以美國勝利而告終，伊朗把他的濃縮鈾要送給美國，要運到美國去。特朗普6號還在白宮對媒體表示，美國和伊朗過去24小時內進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對話，很有可能最終會達成協議。不過，特朗普也表示，他說極有可能在最新一輪會談後與伊朗達成協議。他表示，協議終將達成，但不會設定最後的期限。特朗普這個人，他晚上還有在他的這個真實社交平台上發帖子，他說，如果伊朗同意接受已達成的共識，儘管這或許是一個重大假設，那麼美軍代號為史詩狂怒的軍事行動就將宣告結束。特朗普表示，如果這種情況發生，美國對阿曼灣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鎖將使霍爾木茲海峽對所有人開放，包括伊朗。特朗普寫道，他說，如果你們不同意，轟炸就會開始，而且可悲的是，轟炸的規模和強度將比以前高得多。也就是特朗普告訴伊朗有2條路，要麼達成協議，要麼迎接更猛烈的轟炸。而且達成協議，他希望他在到中國訪問之前就要達成協議，也就是在這1周之內。根據多家美國媒體5月6日報道，知情人士透露說，美國與伊朗正接近就一份簡短的備忘錄達成一致，以結束當前衝突。這個備忘錄就一頁紙，說據說上面只有14項內容。這個內容主要是宣布戰爭結束，並啟動30天的後續談判期，以解決包括核問題、解凍伊朗資產以及霍爾木茲海峽安全在內的關鍵分歧，從而達成一項詳細的協議。這個消息人士說，協議可能包括伊朗暫停濃縮鈾活動超過10年，並要求伊朗將高濃縮鈾庫存運出境外，但具體細節仍在談判中。而根據伊朗媒體報道，伊朗尚未回應美方的最新提議，因為該提議包含一些不可接受的條款。伊朗伊斯蘭議會國家安全與外交委員會成員在社交媒體上發文稱，美國媒體相關報道只不過是美國人的願望清單，而非現實。如果美方不進行必要的讓步，伊朗已準備好開火。伊朗人繼續說最狠的話，挨最多的打。伊朗外交部發言人6日對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說，他說伊朗正在評估美方提出的包括14個條款的停戰諒解備忘錄。巴基斯坦消息人士也說，美伊談判已顯現希望。巴基斯坦權威消息人士6日告訴新華社記者，美國和伊朗通過巴基斯坦進行的談判似乎已現希望，低調的談判有望轉化為切實的成果。而美國媒體說，美方認為與伊朗接近達成停戰諒解備忘錄。美國媒體6日報道說，2名美國官員以及另外2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認為與伊朗
接近達成一份1頁紙的諒解備忘錄，該備忘錄旨在結束戰爭，並為更詳細的核問題談判設定框架。報道說，美方預計伊朗將在48個小時內對幾個關鍵點做出回應，也就是2天之內對這個14條內容做出回應。目前雙方尚未達成任何協議，但消息人士稱，這是自美伊戰事爆發以來各方最接近達成協議的一次。報道說，諒解備忘錄共有14個條款，包括伊朗承諾暫停鈾濃縮活動，美國同意解除制裁並解凍數十億美元伊朗資產，以及雙方解除對霍爾木茲海峽通航的限制。報道還說，備忘錄中許多條款以達成最終協議為條件，這意味着戰事仍有可能重啟，或者陷入一種長期的不確定狀態。什麼意思？這個條款前面肯定是說雙方同意結束衝突，那伊朗是要求美國保證你以後無論如何不能再次毆打伊朗，那美國說可以，但是要加個前置条件，你後面的14条，這其他的条款你都達到了，那咱才能確保不再毆打伊朗，就這意思，有前置條件的。但是伊朗是不行的，伊朗說你賭咒發誓，你以後就不能再打了，那咱們才能停火，咱們再開始談。這玩意就是個分歧。報道說，美國總統特朗普、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纳正与多名伊朗官員就這份諒解備忘錄進行談判，說當前版本的諒解備忘錄將宣布戰事結束，並就達成最終協議啟動為期30天的談判。兩名消息人士稱，後續談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蘭堡或瑞士日內瓦進行。一名美國官員表示，伊朗对霍爾木茲海峽通航的限制以及美國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后續談判期間逐步解除。不過，如果談判破裂，美軍將恢復海上封鎖，甚至重啟軍事行動。報道說，關於伊朗暫停鈾濃縮活動的期限談判也在進行中。3名消息人士稱，期限至少為12年。你看，美國剛開始說是20年，伊朗說是5年，現在兩個人一折中就是12年。但是其中有一個人認為15年是可能的最終結果。伊朗提議暫停鈾濃縮活動5年，而美國要求的是20年。那這樣呢，還是美國做了點讓步，伊朗讓步更多。當然，這個都不是最後的情況。消息人士稱，美方希望加入一項條款，即伊朗違反暫停鈾濃縮活動承諾的任何行為都將導致暫停期延長。也就是什麼意思？如果在這個過程中你有違反這個鈾濃縮活動的，那麼你的暫停期就由15年延長到20年，再違反一次就由20年延長到25年，就這意思啊。暫停期結束後，伊朗可以将鈾濃縮丰度降低至 3.67% 的水平，也就是民用這種核設施或者是核權利。根據諒解備忘錄，伊朗將承諾永不尋求獲得核武器或開展與核武器相關的活動。一名美國官員表示，雙方正在討論一項條款，要求伊朗承諾不運行地下核設施。伊朗將承諾接受加強版的核查機制，包括聯合國核查人員突擊檢查。作為諒解備忘錄的一部分，美國將承諾逐步解除對伊朗的制裁，並解凍伊朗在世界各地的数十億美元的資產。報道說，兩名知情人士還稱，伊朗將同意將其鈾濃縮材料運出伊朗，這是美方的一個關鍵優先事項，也就是你現在的460公斤的濃縮鈾得必須交出來。而伊朗迄今一直予以拒絕。其中一名消息人士稱，正在討論一個選項是將這些材料運往美國，這是新華社報道的。實際上雙方談歸談，封鎖還是在繼續，對抗還在繼續。在雙方1頁紙的諒解備忘錄在扯皮的時候，同時一架美國戰鬥機從林肯號航母上起飛，用机載炮彈，不是什麼激光制导炸彈，也不是什麼導彈，是用机炮，在安曼灣向一艘懸掛伊朗國旗的油輪開火。開火到什麼程度？把它的主機艙給打壞了，伊朗的这艘油轮就失去了航行能力，以阻止該船驶入伊朗港口，也就是封锁還繼續。伊朗人
船先出來先進去，都會遭到美軍的打擊。美國軍方表示，針對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鎖依然全面生效。这個一名白宮消息人士說白宮從周二從巴基斯坦調解人那裡得到了積極反饋，稱伊朗方面正在向妥協邁進，但他們對巴基斯坦的樂觀態度持一定懷疑態度。這個怎麼說？某種程度上啊，很有可能是中間人巴基斯坦兩頭這種保媒拉纖，就像那個媒婆一樣，兩頭隱瞞，兩頭往一起拉，報喜不報憂。根據《華爾街日報》報道，他說美國高級官員向《華爾街日報》編輯部提交了關於伊朗核協議的內容。這個內容是禁止鈾濃縮20年，交出所有的濃縮鈾，證明伊朗不尋求發展核武器，拆除福爾多、納坦茲和伊斯法罕核設施，禁止地下核活動，按需求進行核查，對違規行為處以處罰。這個可以說是特朗普的個人的一個願望清單。如果伊朗人接受了這個條件，那就是伊朗人滑跪，跪得非常順暢，不管是20年砍到15年，還是砍到12年，那都是跪了。按照特朗普的說法，反正伊朗人在跪和遭到更猛烈的轟炸之間必須做一個選擇。如果加一個期限，那這個期限就是1周。從這兒也可能看出，特朗普的重點是在核問題上面，這個我們就要關注了。因為另外一個國家以色列的重點不光是核，還有這個叫遠程武器，也就是彈道導彈這些，還有一個就是地區代理人武裝。以色列至少它要保伊朗的遠程武器，你不能發展。那這裡面還有一個就是波斯灣的這些王爺國，他們对這份協議他們首先核這一塊大家都一樣，那這些王爺國也不希望伊朗搞這種遠程的彈道導彈或者遠程武器。相比較以色列這些王爺國，他們考慮的更多。所以說特朗普一個人，美國想要達成這個諒解備忘錄恐怕也很難，這裡面阻力比較大，不光是來自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還有來自以色列，還有中東的王爺國，他們恐怕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向要阻撓這個計劃。所以你看，伊朗國防部發言人里薩塔拉埃尼克說，他說以色列必須承認伊朗人民的權利，這將為結束戰事鋪平道路。美國若不承認伊朗人民的權利，不如以色列劃清界限，不正視現實，就無法擺脫其深陷的泥潭。也就是美國的訴求和以色列訴求不太一樣，以色列的訴求比美國訴求更大，中東王爺國的訴求比以色列的還要大。根据知情人士向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透露，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計劃近期再次訪問華盛頓，會見美國總統特朗普。你看看，雖然內塔尼亞胡說自從這個美對伊朗進行打擊以來，他們每天都在通話，但是光打電話是不夠的，百聞不如一見，打電話還嫌不夠，還要親自上門拜訪。而這個內塔尼亞胡上次的美國之行，內塔尼亞胡親自勸說特朗普對伊朗發動打擊，此後美國便連同以色列發動了對伊朗的大規模空襲，對吧？也就是内塔尼亞胡訪問美國之後，特朗普和以色列一起，对吧？發動了那個叫史詩狂怒，是吧？軍事計劃，一把帶走了內塔尼亞胡等40多名高官。那麼這次內塔尼亞胡再一次要訪問美國，十有八九還是勸特朗普要叫宜將慎勇追窮寇，不能上當受騙，實際上就是勸說特朗普重啟對伊朗的軍事打擊。這個以色列國防軍總參謀長扎米爾宣布，以色列已做好恢復對伊朗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的準備，並表示以色列和美國軍方保持全面協調。扎米爾在黎巴嫩南部之行期間表示，我們高度戒備，以隨時恢復强有力的大規模軍事行動，這將使我們能夠深化戰果，進一步削弱伊朗政權。他說，以色列擁有歷史性的機遇，通過多線作戰改變地區的現實。扎米爾指出，我們與美國軍方的合作與協調仍在繼續，我們正在密切關注局勢，我們在伊朗還有其他一系列目標，我們已做好對他們進行打擊的準備。这個伊朗最高軍事領袖
顧問叫雷扎伊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伊朗不允許美國在不付出代價的情況下擺脫危機。雷扎伊表示，美國目前試圖通過提出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的問題來做一場表面文章，然後從該地區撤出，但伊朗不會允許這種情況發生。他強調，美國必須賠償對伊朗造成的損失，伊朗肯定會獲得應有的權利和賠償。這些東西都在停火之後30天談判裡面去解決。所以我來談一談特朗普說的一頁紙的諒解備忘錄，美國和伊朗達成停火這個事情。首先一個，對伊朗人來說，這並不一定是什麼好事。當然了，伊朗人獲得了一些喘息，繼續這個叫極限博弈。但是特朗普一旦跟伊朗人簽了停火，那就說明此時狂怒，軍事行動結束了。只要這個協議一簽，他後面隨時可以重啟戰火，不需要國會授權，那完美的繞過了國會這個60天的限制。雙方已經簽了停火協議了嘛？這一階段軍事行動已經結束了嘛？美國也宣布結束了，伊朗也宣布結束了。那後面再打那是新的軍事行動，所以說不定是特朗普玩了一個花招。特朗普滿嘴跑火車，雖然他不在乎，他願意打破這些條條框框，但畢竟美國還是有一些東西可以束縛他的。他畢竟還是在法律的框架下行事，所以國會60天的這個授權，說不定影響了特朗普。這一次只要把這停火協議一簽，過個3-5天，找個借口，伊朗人你沒有遵守這個協議，所以要重啟開戰火，那就是特朗普就不需要國會授權，名正言順，天經地義。所以這個對伊朗人來說不是好事，但對美國人來說，對特朗普來說，實際上這也不一定是什麼好事。為什麼？這個伊朗人通過這種極限叫博弈，伊朗人現在越來越明白了，尤其是跟這個正義聯盟大哥還有這個二哥都已經談過了。你別管這個大哥二哥說了啥，這伊朗人心裡表現出來，我們都是朋友。你看看打成这樣，我還能找人去訴訴苦，還可以去找人去表面上看還拉幫結夥啊。但是伊朗人心裡是哇涼的，因為大哥二哥都是無山線，都是說的非常好听，但是沒有實際行動。就像朝鮮那樣的出人出武器，那是不可能的。朝鮮給俄羅斯的那出人出武器，那伊朗現在指着大哥二哥出人出武器嗎？那不可能的。所以这個伊朗人這個大哥二哥的一跑完這個心裡哇涼的，覺得沒戲，只能靠自己，還不能說，這就是牙打掉了不能還得往肚子裡咽。你這時候還不能對大哥二哥有絲毫怨言，你有絲毫怨言，你讓美西方看笑話。第二個有怨言，顯得你好像孤家寡人，連個幫手都沒有，連個靠山都沒有。所以這個朗子可以說是牙打掉了往肚子裡咽，完了還面帶微笑，說從大哥二哥那兒得到了無上的支持，獲得了力量，獲得了動力。但實際上他心裡清楚，這麼下去他就完了，根本不是特朗普的對手，不是美國对手，所以他要極限博弈。極限博弈什麼意思呢？實際上從哈梅内伊的死，他們已經汲取了經驗教訓，要跟特朗普周旋，不能突破消耗盡特朗普的耐心。就在特朗普要發作前一秒，就在特朗普的極限到來之前，立馬給跪下緩解一下，對不對？這就是叫什麼？一掐脖子就翻白眼，一撒手就吹牛逼，把這個玩到極致，直到特朗普實在受不了了，他就再一跪，什麼條件都答應。這樣半年過去了，再耗個2年，特朗普下台了，那衛隊不是又是可以馬照跑，舞照跳，該搞核武器嗎？特朗普下台了，你不搞幹啥？你簽的那些協議可以撕毀嗎？你那個時候撕毀了，美國總統新的總統他不會發動戰爭的，頂多制裁，那不也回到過去嗎？怕什麼？所以說這個朗子經過這60多天、70天的暴揍之後，痛定思痛，想明白了，該跪的跪。哈梅內伊就吃虧，就吃在這兒，沒搞明白這個對手變了。特朗普跟以前的總統不一樣，以前的美國總統是按劇本來，對吧？大家就不要收走桌上所有的籌碼，就是好歹給對手留一點。但是特朗普不是這種人的，特朗普是既要面子又要裡子，該出手就出手，不講什麼規則。昨天還在談判，今天就開炸，沒有任何什麼猶豫的。所以哈梅内伊已經誤判了，那哈梅内二按理來說他不能再誤判。你現在打交道的是特朗普，應該被特朗普打醒了。雖然他是燒焦的植物人，但是他們雞蛋
不能碰石頭，他應該明白了。所以說他要跟特朗普極限博弈，到最後的關頭用下跪全盘答应特朗普，來避免新一輪的这個打擊。這樣等到特朗普下台，那麼以色列和中東的王爺國那肯定也知道這一點了，所以他們是堅決不允許這種情況發生，所以他們一定是鼓動特朗普也除惡務盡，你這是放虎歸山，你這個時候跟他談判實際上就是在浪費時間浪費精力，要不了多少年你美國還得再來一趟，誰受得了？你這個時候已經打了一半了，你後面一半你不打，致命的一擊。所以我對這個所謂的停火不看好。為什麼？即便特朗普他本人想談判，他的目標是无核，他的目標能達到那也是暫時的，而以色列和這個中東這些國家是不允許的，他們一定會想办法。不過這個特朗普他也放話了，《華爾街日報》5月6號報道，特朗普6日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告訴記者，他對伊朗戰爭沒有將油價推到更高水平感到驚訝。特朗普說，我原以為油價會漲到200美元250美元，你們感到驚訝，我也很驚訝。但即使油價漲到了200美元，打這場仗也是值得的。伊朗戰爭擾亂了能源行業，推高了油價。全球基準布倫特原油價格在衝突爆發後，從每桶75美元飆升至100美元以上。但是特朗普說，我以為它還漲到250美元、300美元呢，結果就漲這麼一點，沒意思。他還說，特朗普曾預期股市會大跌25%，結果也沒跌25%，是吧？現在已經創新高了。特朗普又再一次是吧，得意洋洋。和阻止伊朗獲得核武器相比，油價飆升只是一個小的代價。我看網上有媒體報道說，阿聯酋公開將伊朗國旗從當前的政權旗幟，就是伊朗現在的這個旗幟，改回原來的獅子太陽旗。那個獅子太陽旗不就是巴列維王朝的伊朗國旗嗎？阿聯酋把這個伊朗的國旗啊，他給改了，什麼意思呢？在公開場合，人家阿聯酋只認這個國旗，用獅子太陽旗來代表伊朗，這個招致伊朗伊斯蘭政權的這個憤怒，惱羞成怒了。伊斯蘭政權向阿聯酋發射了4枚導彈。但是這個央視新聞報道說，當地時間5月6日，伊朗駐維也納代表團發表聲明，就是駐聯合國的代表團發表聲明啊，是伊朗官方。他說，伊朗武裝部隊近日沒有對阿聯酋實施任何導彈和無人機行動。伊朗武裝部隊在此階段採取了任何防禦行動，完全是為了抵禦美國的侵略。他這個說的沒錯，大家還記得這個俄羅斯人用沙赫德無人機攻擊烏克蘭的時候，伊朗政府也說，伊朗武裝部隊沒有向俄羅斯提供任何沙赫德無人機，伊朗國家也沒有。他也沒說錯，因為伊朗的這些代表，他只代表政府，不能代表伊斯蘭革命衛隊。伊斯蘭革命衛隊是在伊朗政府之外的一個組織，你跟人家不是一碼事。你說佩泽西江，你代表是伊朗政府，你不能代表伊斯蘭革命衛隊。所以說伊朗政府、伊朗的武裝部隊、國防部沒有對阿聯酋實施任何導彈和無人機行動也沒錯，因為那是伊斯蘭革命衛隊幹的。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特朗普到底是跟誰在談判？你跟佩澤西江談，什麼都可以，最後落實不了，你到時候還得辛苦美軍，還得去一趟。最後咱們再聊一個很有意思的新聞，這是今日俄羅斯報道的，說當地時間5月6日，根據路透社、法新社等多家媒體報道，朝鮮已修改憲法，將國家領土範圍明確界定為北與俄中接壤，南與韓國接壤，並刪除了關於統一朝鮮半島的表述。這意味着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推動將朝韓視為2個獨立國家的政策首次寫入憲法。據悉，這項修訂今年3月在朝鮮最高人民會議上一次會議通過。首爾國立大學教授李正哲在韓國統一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這標誌着朝鮮首次在憲法中加入明確的領土條款。這什麼意思？簡單的理解，就是本來朝鮮人家憲法裡寫着要統一韓國，整個朝鮮半島要統一，是一個不可分割的國家，應該是这麼意思。那現在給改了，說那意思就可以分割了。韓國是韓國，那什麼意思呢？以前你永遠你朝鮮你走潛意識裡面，你在憲法層面的，
你是有統一韓國的這種需要的，或者叫義務，或者叫責任，法律裡面寫了。但是現在把這條改了，我們不統一韓國了，也就是那言下之意就是朝韓之間的這種對立是不是就降溫了？就好比伊朗再也不喊着讓以色列人去死，他不說這個了，朝鮮也不喊着要統一朝鮮半島了，那這個多多少少都跟懂王射日有一定的關係。朝鮮他有了核武器，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懂王射日。人家现在做這個姿態什麼意思？做這個姿態就表示我們有核武器，那也是用於自保。潛台詞就是我們是用於自保，我們也不是讓把這個抹掉，把那個抹掉。我與世界和平共處，我也不把你美國抹掉，也不把韓國抹掉，就這意思。我們有核武器，我们純粹是自保，對吧？懂王能不能放一條生路，對吧？就別射日了。伊朗這個虧吃的，司令官現在明白了，對吧？雞蛋碰石頭，那真會碎的。應該這麼理解，也就是說，這個司令官向懂王表態，我這個有核武器，這純粹是自保。你看，我現在連統一朝鮮半島我都已經放棄了，先把它給改了，求放過，就這意思。這就是懂王把哈梅内伊送走，他的影響還在擴散，影響深遠。所以很多窗黑，你黑他，在這一點上黑他沒有意義。就在特朗普打朗子這件事情上面，你黑特朗普沒有意義，為了黑而黑也不提倡。你看司令官馬上就改弦更張，是吧？特朗普這叫殺雞儆猴，至少起到這個作用了。這個實際上希望這個懂王承認朝鮮的有核國家地位，就這麼個意思。你看我這絕對是自保，你懂王能不能給條出路？不就這意思嗎？就這一條，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以前不說過嗎？對媒體啊，他說你看為什麼伊朗不能有核武器，對吧？伊朗也有核武器就挨打，但是你看朝鮮有核武器沒人打他。為什麼？因為朝鮮從來不說讓這個去死，讓那個去死。還有穆斯林國家巴基斯坦，人家早就有核武器了，也沒挨打，因為巴基斯坦也沒有喊天天讓這個死，讓那個死。人家說了，我就是防禦，因為我的死對頭印度他有，那我就必須得有。反正說來說去，這都是懂王射日，它的影響還在擴散。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